大家平安。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讲，主就是灵，主的灵若伫倒位，倒位就得到自由。所以讲，咱要来三角感谢阿罗赐咱自由的灵，请起立。赐自由的心啊，请你来，请入伫我内面，请引带我一生，赶走我心内愁烦，提起我一切的不安，自相信啊，伫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苦重担，亲爱相信赐我自由，赐自由的心啊，请你来，请入伫我内面，请引带我一生，赶走我心内的愁烦，提起我一切不安，自相信啊，伫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路苦重担，亲爱相信赐我自由，自相信啊，伫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路苦重担，亲爱相信赐我自由，亲爱相信赐我自由。耶稣是奇妙的主，耶稣是天父怀中的圣囝，耶稣担当咱的软弱，伊的疼永远拢甲咱伫地，所以伊是咱生命奇妙的主。受定伫世界中，担当我的软弱，宝贝我的重担，伊是我生命奇妙的主。耶稣，奇妙的主，我的保障。主坐伫宝座顶是圣洁的羊羔，伊也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所以咱永远都是爱尊重伊。坐伫宝座顶圣洁的羊羔。
所顶圣经样歌，感谢你用不变的听伫听愿，愿阮嘛会哪来哪听你听人来讨你欢喜。祈祷感谢，奉靠耶稣的名，阿免。请坐。真感谢姊妹团契带咱敬拜俄罗上帝吼。搁一摆拜五暗暝来到圣殿，来到礼拜堂，咱做伙来享受上帝，做伙来对伊的话语，搁一摆得到快乐。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哈巴谷书吼，哈巴谷书是我真意爱的一个先知书吼啊。2礼拜进前，咱讲到即个约纳书吼，啊约纳书嘛是我真意爱的一个先知吼。我意爱的原因是我感觉因足勇敢的。即个咱看到即个约纳甲哈巴谷吼，约纳是上帝甲伊讲，你爱去尼尼微，啊伊敢讲袂哦，啊佫敢安尼坐船出去吼，我感觉这个约拿真正是这个性情中人吼，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吼。啊，这个哈巴谷书嘛是最近我感觉我对哈巴谷书得到足大的安慰吼。咱看到哈巴谷书真短3章尔吼。啊，第一章是伊甲上帝生气哦，气噗噗咯。伊甲上帝讲，我甲你讲。暴力啊！你阁无爱拯救啊！我甲你呼求，你阁无爱应吼！你要到什物时阵吼？啊，敢遐尼歹甲上帝讲话吼！啊，毋过上帝第一摆真温柔的回答，啊，毋过即个回答咱念起来看，足奇妙的啊！哈巴谷听着就好，听着吼就有小可插着吼，伊就转个弯啊，阁继续甲上帝讲话吼，讲啊是安怎啊无着。甲伊讨价还价吼，所以我感觉即个哈巴谷吼，伊伫第一章2摆甲上帝即个应答吼，看到伊的即个真生气，啊看到即个无公平的代志足生气的。毋过上帝1摆2摆的回答吼，啊到第2章吼，咱会看到即个上帝有讲即个歹人最后会安怎吼。啊，即个哈巴谷伊到第3章的时阵，第3章是哈巴谷的祈祷。啊，伫即个祈祷，咱会看到伊继续讲，哇，我实在足惊的，你的即个答案内底有讲即个歹人会互你兴起吼，所以我听到即个声音，我全身躯拢发颤，我的喙唇嘛发颤，我的骨头要休烂吼。毋过伫即个惊吓内底。我要安静来听候吼，啊，最后伊讲，就算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底种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吼，都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困难的情况哦。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救我的上帝喜乐哈，所以伫即个第3章吼，咱看到即个哈巴谷伊对足生气，啊，甲上帝来讲话挑战，啊，毋过上帝互伊的答案，最后伊讲，我仍然害怕，但是我耐心等候，而且我要因你欢喜哈。我们就来看看哈巴谷书为什么他在这短短的3章能够有。这样子的转变，然后也盼望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在现在的帮助哈。好，拄啊讲到这个哈巴谷书第一拜的这个诉苦哈，伊讲你还不拯救，你为什么还做事那个奸恶呢？好，我们现在把它换一个想法哈，我们可能看到这个世界很不公平，看到到处有战争、有饥荒，然后为什么这个肺炎会这样子害全世界？那是不是有早时候就是有人不听话，想要把它变成这个生化武器？你看都是他们害的，让全世界现在要戴口罩哈，然后好多地方都还不能解封，想要运动，想要游泳，我们的生活被影响这么多。上帝啊，为什么你让这个事情发生哈？我们如果要学哈巴谷的话，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抱怨，有好多的问题想要问上帝哈。可是上帝他的回答很特别哦，他说：“我请你注意看，而且要让你惊奇再惊奇。我听到你的话，我的办法是什么？我要兴起迦勒底人哈。我们知道，在哈巴谷书他的那个时代背景，还是亚述帝国在统治他们。他刚刚在抱怨，那都是亚述帝国的坏。然后我们知道，在亚述后面下一个帝国是什么？巴比伦啊，这个迦勒底人就是新巴比伦的一个支派哈。所以当哈巴谷听到上帝说：“好，我听到了，那我的方法是什么？我要兴起迦勒底人。”哇，这个哈巴谷听到说：“哇，上帝你要用更暴力的国家、更残忍的国家来对付我们，是不是？”然后上帝还没有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哈。所以你看，这个迦勒底人，他要什么？用自己的力量当神明，他是一个非常残暴。他说，他的马比豹还快，就是迦勒这个巴比伦会比亚述更厉害。然后他晚上会比野狼，就是会比那个亚述更厉害哈。这个文字里面有这样子的隐喻在里面哈，告诉你说我会兴起一个更邪恶、更暴力的帝国。你看上帝的回答居然是这个样子，所以哈巴谷第二次就说：“啊，我的上帝，我的圣者。”那他先一样用赞美哈，然后他说：“那你的眼睛清洁，不看邪恶，也不看奸恶，为何你却看着恶人行诡诈呢？”哈，这句话也是我们常常听到很熟的。我们有时候会说啊，上帝的眼睛不看，眼睛清洁，不看邪恶，也不看奸恶哈。可是这句话其实是谁说的？有时候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判断哦，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可以直接引用的。这一句话其实是有一点是哈巴谷在不可以说讽刺，有一点在跟上帝说啊，上帝你是不看邪恶的，所以你要怎样怎样哈。他有一点在好像想要用这个哀兵的政策，然后来去扭转上帝的眼目哈。你说上帝不看邪恶吗？他就是看到太多的邪恶啊！这个全世界的人，不同的国家在犯罪，他每天很心痛的看着这些邪恶在发生，他怎么会不看邪恶呢？所以这句话是哈巴谷他自己的心情的描述哈。他说：“你看，我们就像那个海里的鱼，被人家这样用网整个打捞起来，然后把我们整个毁灭，然后他们得到快乐。主啊，你怎么会不顾惜我们呢？”所以哈巴谷第二次的这个抱怨埋怨，我觉得跟我们的心情也很像哦。有时候上帝回答了，可是上帝的那个答案不是我们满意的。我们常常想要上帝回答我们想要听的，但是在哈巴谷书，我们也看到几千年前哈巴谷这位先知，他也遭遇一样的境况哈。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这个牧师的金句有约哈，就是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也不看奸恶，为何你却看着人行诡诈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为何你还保持沉默？哈，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心情哈。那我们一起来用这一段牧师的祷告来祷告哈。来，全能的主上帝，感谢赞美你。虽然先知也迷惑不解，但是我们知道主仍然掌权。面对邪恶猖獗、不公不义的世代，先知呼喊：主耶和华的公义在哪？为什么让恶人来惩罚比他公义的人？主为何沉默不说话？我们知道主在管教以色列，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锻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求主怜悯，当我们向列国观看的时候，要看到上帝行一件事，使人惊奇，就是兴起加勒底人做审判之用。但是看哪，二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感谢主上帝，将你的旨意启示给人，你的先知也将领受负担高举起来，表达出来。因为这是上帝的信息，不但是当代及时的，也是历代所需要的。感谢主，你未曾保持沉默，一直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向世人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第一章哈，咱继续来看第二章。所以耶和华在回答哈巴谷的时候，他说：“我要。”这是哈巴谷说的，我要站在瞭望台，立在城上观看，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好，然后这末世，然后我觉得这个跟那个约拿很像哈，就在尼尼微宣告完以后，在旁边搭了一个棚，想要看上帝怎么毁灭尼尼微哈。他就说好，那这样子我已经讲完我的哦，看你怎么出招了哈。然后可是上帝怎么回答他？他说：“将这末世清楚地写在看板上，使人容易朗读。”他说：“什么时候了？你不要再躲在城墙上，城里还有好多人，他们需要听到我的末世。你把这个话写下来，赶快去讲吧。”所以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他真的。如果我们说上帝的逻辑很清楚，我们现在有时候都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但是上帝在这边提醒，不要陷在你的情绪里面。底下还有那么多人跟尼尼微城一样，他们需要你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反省说：对啊，为什么我一直陷在我的埋怨里面？现在我觉得那个不公平的事情里面，现在我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还有这么多人，他们需要上帝的默示，需要上帝的力量。我应该赶快去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安慰分享给其他人。这也是我们反省看到过去先知他们在各个世代做的事情。当我们基督徒成为上帝的仆人，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扮演先知的角色。我们可以把我们领受的信息赶快分享给其他人。所以这个末世的日期终局绝对不会落空。虽然单言，但你要等候，因为它必临到，不再迟延哈。然后看哪，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哈。这一句也是我们常常背的金句哈。上帝其实在这边给他答案了，肯定句。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他们必会领取他们的审判。但是义人会因为他的信而得生哈。这句话非常重要，在新约也出现了3次哈。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都有引用哈。唯义人必因他的信而得生。然后这一句话也是我们长老教会之前的这个加尔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非常重要引用的一句金句哈，就是我们的因信称义，可以说就是从这一个哈巴谷书2章4节来的哈。可是这个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很大问题哈，不是那么简单回答。然后我听过一个老师讲说，就像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哈，可是最近主日学刚好教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是一出现的时候就是信心之父，我们知道他从乌尔搬到哈兰，再搬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一路的奔波，他其实有好多软
弱的事情发生。他曾经跟这个法老王跟撒来商量说，哎，等一下我们去埃及，因为饥荒去埃及的时候，你先说我们是兄妹就好了，然后不然人家说你是我的妻子，人家因为你的美貌就会想要把我杀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多亚伯拉罕之前软弱，他想要用人的方法去让这个事情能圆融的时候，结果后来都没有成功。我们看到都是上帝一次一次的出手，然后兼顾他的信心，他就这样子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最后成为我们信仰的榜样哈。好，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引用的，我们一起来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这个应许在旧约就出现了，在新约持续的提醒我们，到现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因为我们的忠实，因为我们的信心，得到上帝的肯定，他会看我们为义人。而且这个很特别，在文法上，这个是一个未完成式哈，所以这一句话如果要把它写得更长一点，应该说义人要因不断的忠实的信心而持续的活下去。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做一次就够的事情哦。这个信心，这个忠实，是我们要一辈子的操练，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一直行在上帝所看为喜欢的路上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2章的第2段哈，就是一个很大段的说明哈，里面就刚刚说他应许了这个哈巴谷说，好，这个恶人没有问题。他们会得到他们的惩罚，他们会有5个祸哈。我们看到里面有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哈。然后如果把它分类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有侵略的恶行、积不义之财的恶行、凶杀的强暴、糜烂的生活、拜偶像的罪。然后最后这5段讲完的时候，就是哈巴谷的祷告。哈巴谷的第3章的祷告，依然跟他说：我好害怕这个迦勒底人要兴起，但是在兴起之后，我要耐心等候，我仍要因为上帝而欢喜。好，我们就来看看这5个祸。在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跟我们有一点距离哈，所以我等一下会练习。这个5个祸哈，是那时候先知在描述，上帝透过先知来描述这个迦勒底人，但是跟我们有没有相关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思考。好，第一个祸哈，在祸灾在中间哈，他说，你因酒诡诈，然后如死亡不能知足，然后这个迦勒底人他们要聚集万国，招聚万民，都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哈，非常贪心，而且他们要抢夺许多国家，要流他们百姓的血，而且这边很特别的哈，要向土地哈，连土地都不放过，要施行残忍残暴。好，那这个内容在形容迦勒底人，但是跟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好像觉得有点远。但是我前阵子读一些老师上的课哈，他在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哈，有一个名词叫做军工复合体哈，军事工业复合体。伊的意思是说讲所有的代志拢合做伙啦，你无法度分开哈。伊讲，比如讲这是阿富汗在撤难民的时候，我们前阵子看新闻说，哇，有些人为了想要逃到跟着这个飞机逃到美国，这样扒着轮胎，扒着那个飞机翼，结果掉下来。他说这个离我们很远，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一些阿富汗人民或者是这些美军，他们发生战争，那是他们的事情。其实他要说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哈。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为什么他们发生战争跟我们有相关。因为现在资讯的流通、经济的流通、整个全球化，这些东西已经融在一起了。
我们依赖很多国际上的资源，我们也分享很多资源给国际，所以这些东西，你说他们赚钱，我们有没有享受到？说不定有。等一下我们还继续看哦。第二个祸是祸灾，那个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得免灾祸的人有祸了哈。这个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得灾害的人哈，我们想想看，跟我们的心情有没有像？有时候我们知道哪一区房子不好，我们就会想说啊，不要买那边，那边容易淹水。我们都会希望我们住的地方是安全一点的。然后积蓄不义之财，那个是一个贪心的概念。我们真的能够那么坦然的跟上帝说，我不贪心，我是义人吗？我找了一张图哦，当我们看到有一个垃圾掉在垃圾桶外面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不是我丢的，我不知道谁丢的，反正前一个人他没丢准，垃圾就丢在外面，就掉在外面了。那个垃圾不是我做的，不是我丢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嘞，这个就是我们北投的焚化炉哦，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垃圾场哦，这是我们外海，在台湾旁边的海洋哦。这些垃圾跟我们有没有关？有，我们没有办法说那些垃圾不是我丢的，里面有一部分的垃圾就是我们造成的，里面有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让自己方便造成的。我们使用了那么多的塑胶，使用那么多的碗筷，使用那么多丢弃的东西，为了我们的贪心，为了我们的方便。你说这些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吗？没有办法这样子说。接着我们看哈巴谷第三个祸灾，那个以鲜血建成、以罪孽造镇的，所有的万族辛苦建造的都要归于空虚，全地都要认识耶和华的荣耀，这才是真的真理。但是我们来看看最近的这个比赛哈，自由潜水哈，然后哇，这个看得真的是好过瘾。然后一开始可能是不小心把我们的国旗放上去，结果就有人抗议了，就说啊不好意思，那要把我们国旗拿掉。结果没想到好多国家声援我们哈，就说那要拿掉就通通一起拿掉哈。所以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军工复合体的关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每一个选手，其实没有你自己的生活圈了。我们所有的生活圈，你说这个大气层臭氧的这个洞越来越大，然后这个温室效应，整个地球极端暖化，这些东西跟我们有关吗？当然有关。你说这个海啸跟我们有关吗？当然有关。好，所以看到这个第五灾，这5个灾害的时候，哈巴谷他的心情是什么？原来上帝在提醒他说：“你不用想要洁身自爱了，这些事情跟你都有关系哈。”我们看到这个隔壁的邻居，我们的芳邻哈，这个最近明天国庆日哦，最近早上每天都有直升机在练习，然后每天都有飞机在预备哈。那个国庆日我们会有这些阅兵的仪式哈。可是我们的邻居也是军纪一直绕境，甚至他们也有很有企图心、很有雄心壮志的这个“一带一路”，想要在全世界发展这个经济体。这些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吗？有，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有一句这个社会运动的口号说：“没有人是局外人”哈。所以哈巴谷书他就正在经历这样子的，上帝在提醒他说：“没有局外人。”连你也是哈，所以第4个灾哈，祸灾，那给邻舍喝酒加上毒物，要使他喝醉，是为了要看见他们下体的人，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然后一直跟大家说你也喝吧。这一段话，我们在描述，好像在讲这个加勒底人，他们很好酒，很喜欢喝醉哈。
然后喜欢这个情欲的这个享受哈。但是还原到我们现代呢，我们现在没有想要享受这些物质的欲望吗？我们现在使用这么多能源，使用这么多电，使用这么多这个夏天这个夏天大家冷气都特别贵哈，因为在家上班，在家上学哈，然后我们吃那么多食物哈，这个就我们士林区常常可以看到，还是有拾荒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哈，然后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倒掉的厨余有多少？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吃到会剩，然后把它倒掉啊？有些人是靠着这样子在捡这些剩下的食物，在捡这些的保特瓶，所以我们真的有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在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跟上帝同行吗？这个食物，光这个食物，我们真的能够很认真的分享吗？这个介文就这一点做得比我好。我有时候捷运走来走去太赶时间了，我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我帮不了他。可是介文甚至有时候晚上还会带爱文爱心去拿一点点钱去买一朵玉兰花。我们有好几位这个阿桑他们就是卖到10点11点哦。所以我们有没有时间停下来去看这些有需要的人哈？第5个祸灾是什么？偶像有什么益处？制造者雕刻它，铸成偶像，祸灾。对木头说起来，对这些石头说起来的人，你要看呐，这些以金银包裹，但是中间并没有生命，没有气息。只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我们今天会参加祷告会或看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一定很简单的说，没有，我都没有拜偶像。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家都是圣经，我们没有那些什么妈祖、关公的偶像。这个灾跟我们好像也没有关系。但是偶像的定义是什么？任何占据了心中第一的位置，代替上帝的位置的东西，就是偶像。我们说工作很重要，休闲活动很重要，喝酒赌博这些事情占据我们亲近上帝的时间，忙得没有时间读经祷告，这是不是偶像？这些是属于事情上的偶像哦。属于人的偶像很简单，可能很迷年轻的这个明星、运动明星，或者是这可能年轻人比较多对人的偶像，但是对物的偶像呢？希望成功，希望财富，希望有更大的权利，希望工作上可以升迁，这些偶像是不是还是在我们的心中？又或者更下一个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偶像。我的家庭，我的子女，我的长辈，我让自己这么忙碌，这些是不是成为我的偶像？所以哈巴谷书讲的这5个祸灾，跟我们没有关系吗？跟我们很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第2章的金句，看哪，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我们一起来用这一段来祷告哈。亲爱的主上帝，感谢赞美你，先知哈巴谷继续留意的观看，以心中的眼睛来看上帝启示的意象，并且等候上帝的答复。求主怜悯，救我们免于自高自大，不致误解自己所处的情境而误判情势，更不要单单的看外表，也要往里面看，从属世界的看到属灵的，从现今的看至将来的，从短暂的看至永居永恒的。感谢赞美主，在你眼中看为义的，是对上帝坚定信靠，并且能够被信靠的人。感谢赞，义人必因其忠诚而得救。
因为上帝的审判并非盲目。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着我们来看第3章，就是哈巴谷的祷告。耶和华啊，我惧怕你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请你以怜悯为念。好，再接着看到好多地会有瘟疫流行，在主耶和华的脚下会有热症发出。然后永久的山会崩裂，大地会震动，长存的岭也会崩塌。我看到古时候的患难，我看到米山地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我们看到都是上帝的发怒。山岭看见你也会颤抖，所以上帝的怒气遍行大地，他会责打每一个国家，但是上帝会出来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的受膏者，会打破恶人的头，暴露他的根基，直到颈项。你会刺穿他们的战士。我听见这声音的时候，身体还是战惊，嘴唇还是发战，我的骨中还是朽烂。我所站的地方都战惊，但是我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那上来侵犯我们的民。哈巴谷书在最后第3章，他的祷告，他依然很害怕，但是他能够安静等候。他最后这3节非常有名，我们一起来读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农村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巴谷的祷告，最后很美的祷告。就算我心在害怕，我要安静等候，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接着一样，也用牧师的祷告来做这一段的结束。全能的主上帝，感谢赞美你，先知的信心对上帝完全的信靠，使他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将自己完全仰望交托在手中。感谢赞美主，虽然大环境诡谲多变，人心诡诈极其险恶，使我们面对许多未知、艰难、混乱，但是我们相信都有主上帝美好的旨意，尤其在冠状疫情氛围下，保守我们施打疫苗时有平安、有秩序，有主所赐的健康力量，也要因为上帝是我们的救主和保障而喜快乐。感谢赞美主，因为主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感谢主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保守我稳行在高处，心灵得着又有悠闲，享受与主同行亲近的喜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也来为很多事情一样来祷告哈。为了我们今天的疫情哈，我们今天本笃仍然是加0哈，很高兴。但是有一个死亡案例，求主安慰这些家属跟他们的家庭。那也继续为我们的医护、警消、防疫人员来祷告哈。然后现在第2剂的疫苗的施打，然后虽然维持警戒的第2级，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所有的人民都能还是虽然很疲乏好几个月了，我们仍然可以积极的保持我们的防疫态度，也持续的为我们的慈政团队来祷告，祈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跟应变能力。我们一起来为了我们的疫情来祷告。
万权能的主，阮献出满心的感谢甲懊恼。虽然阮知影你是世界的主，你是人类的主，你嘛是病毒的主，但是阮嘛是要向你来恳求，求你赐能力、智慧，互阮的即个政府，互遮的医护、消防的遮的人员，互因勇行的身躯健康，会使带领阮每一个人用真积极的态度，搁一摆来搁较熟悉入捌，啥物是你的旨意。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你要互阮学习的功课，祝阮将即个疫情继续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带领。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着，我们来为教会上礼拜很顺利的改选出我们的新任长老、执事，还有我们2020年度的会长，还有各个诗班、圣歌队、雅歌诗班、不良敬拜团的这些队长、团长、班长，我们来请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个温柔的心，愿意委身的心，来学习耶稣，成为主的仆人，成为领袖，成为仆人，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很冲突，但是实际上又是一个很美的见证的功课。求主来祝福这每一位新任的长老、执事、会长及这些同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透过会员合会，让我们选出明年度下一任的长老、执事、会长，及这些队长、班长、团长。主求你加添他们每一个人力量、智慧，让他们的家人、让他们的家庭都蒙主你的祝福。让这个祝福也透过这一群同工、这一群主的门徒，能够使更多人得到你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也为了下个礼拜六的这个长职会长退休会，还有接下来的年度预算审核会议，这个都会关系我们在明年度的事工，然后还有学道班，然后10月底的这个培灵会，5、6日的培灵会，这一次邀请到赖鸿专老师来介绍先知书如何在先知书聆听哦，所以我们来为了接下来我们的10月份的这些事工来祷告。我们也持续为了我们在教育馆在
礼拜堂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的敬拜、所有的团契小组来祷告哈。我们现在有好多越来越多的据点的课程，然后马偕医院合作师资的课程，然后有很多的小组外展小组在进行，特别也有很多的这个从怀疑到相信1对1的这个福音课程，我们的教材的编辑小组哈，所以。感谢主，看到我们的事工有这么的多，这么的紧锣密鼓的在预备哈，真的需要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守望者，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为了我们所有的团契小组聚会，各种敬拜来祷告。特别我们也为从怀疑到相信这个工人1对1的课程，还有外展小组，现在在开始上第1期爱在关系里的课程，然后我们也继续在编辑后面几期的外展课程哈。我觉得来到士林最大的学习就是宣教。一个教会，我觉得有没有健康，有没有活力，就看他的宣教力够不够。他在社区的事工，在外展的事工，在信徒造就的事工，有没有真的把这个样的福音传出去？还是我们只把这个福音听到了，觉得很棒，然后就留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最大的关键。就像我们领受到这样子的祝福，没有把它分享下去的话，我们就会是属灵的富二代，越来越胖，越来越不敢运动。然后这样子一直下去的时候，教会就会停滞在一个没有办法来完成上帝的心意的状态。所以我们继续为了这个宣教，为了这个课程，我们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来是说为了那些生病的人，是为了那些有需要的人。主，我们看到你摆在士林教会有这么多的宣教的事工，主，我们真的是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求你祝福，主你加添智慧，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收到从你而来的祝福，把它分享下去，让更多的人。那一些迷失在羊圈外的人的这些羊，都能因为我们的勇敢，因为我们的跨出舒适圈，我们一只一只的去把他们找回来，回到主你温暖的家庭，回到你丰盛的恩典里面。主，我们献上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也为了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活需要来祷告，为这些心灵软弱、身体欠安的兄姐来祷告。特别雪珍姐在2号安息主怀，然后告别礼拜会在22号在二滨举行。也为了廷芳兄现在在台大医院化疗，但是因为身体有一些新的变化，现在先暂停化疗。我们为了这些家庭、这些家属，我们来祷告，求主亲自的赐下能力，赐下安慰，与他们同在。
接着让我们一起用这一段祷告文来做这一段的结束哈。全能的主上帝，恳求医治全地，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世人必得听见你安慰的声音，鼓励的话语，心中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勇敢地面对挑战，靠主战胜艰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你的恩典乃一生之久。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很将时间交给牧师。感谢主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搁一摆伫伊面前，恳求伊继续因带保守咱，咱也等下当互相请安吼，互相鼓励。伫山顶兄弟姊妹同款，毋茫踮咧厝诶，伊嘛会当踮咧厝内人，大家做阵互相会当有大道诶时间，平安再会。